2026年3月20日 Age Pension 已經有最新嘅 update， 養老金加咗幾多錢，資產同收入測試嘅門檻都會調高咗。究竟你同埋你嘅老伴可以攞到幾多錢呢？邊個受惠最多？快啲入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啦！大家好，娜姐喺度。今日呢條片咧就好重要嘅，因為咧係2026年3月20日 Age Pension 已經有最新嘅 update。咁如果你準備退休啦，或者係已經接近退休年齡嘅話咧，咁呢條片你就一定要睇啦。本影片只供一般資訊分享，並不構成財務建議。每個人情況唔同，如需決策，建議諮詢專業人士或者係查詢官方網頁嘅資料。冇錯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里神。喺呢一節開始前，請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今日嘅廣播。咁 Service Australia 咧，通常咧都會喺每年3月咧同埋9月咧對呢一個嘅澳洲養老金咧係有所調整嘅喎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講一下啦嚇。咁我哋第一部分咧就講呢一個基本嘅資格。咁咧你基本資格咧最緊要咧係你嘅年齡要求啦，你就係要67歲或以上嘅。咁第二咧就係你一個居民嘅身份啊，你要係澳洲嘅居民或者澳洲嘅長期居住者，即係 resident 啦，咁就先至符合嘅呢個條件嘅喎。咁有一個 category 就係來自呢個紐西蘭嘅受保護特殊類別嘅簽證嘅人，呢個 SCV 嘅持有者咧，即係紐西蘭人啦。咁另外咧，你就需要咧係至少要住滿10年，當中咧有5年咧係要連續 consecutive 嘅。咁第三咯，咁你一定要通過呢一個嘅資產測試同埋呢個收入測試雙重嘅審查嘅。咁通過咗你先至咧可以攞到嘅，以最低嗰個結果咧就為準嘅。咁嗱，你上去 Centrelink 咧會有一個嘅計算機俾你，你可以計算下你可以攞幾多嘅。嗱，咁第二部分咧就開始進入呢個重點，就係收入測試。咁2026年嘅最新 update 咧就係咁樣嘅。咁如果你或者你嘅伴侶啦係有工作嘅話咧，你就需要申報咧所有嘅就業收入啦。Centrelink 咧就會評估你哋其他所有嘅收入來源，就包括儲蓄啦、股票啦，同埋退休金融資產嘅。咁佢去計呢啲嘢時候咧，佢哋就會用一個叫做推定收入法去計算呢一啲嘅金融資產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咩叫推定收入法咧，就留言俾我哋，咁我哋就會再出片去解釋。嗱，好啦，咁最新嘅數據，2026年單身每2星期嘅收入超過218蚊咧，就係可以攞到全額嘅養老金。如果超過咗218蚊咧，每超過1蚊就扣5毫子。咁呢個就係單身 full pension 嘅門檻。咁夫婦啦，咁合計嚟講咧，就每2星期收入不超過380蚊，就可以攞到全額嘅養老金。如果超過咗380蚊，每超過1蚊，每人扣0.25。咁個 cut off 嗰個完全冇得攞嗰個錢咧，就係單身。如果你每2週收入係超過2619個8咧，咁就係完全攞唔到嘅。夫婦合計每2週收入超過4000蚊08毫子，完全攞唔到嘅。嗱，第三部分就係資產測試。咁重點嚟啦！今次咧3月最大嘅變動之一咧，就係資產測試嘅上限有所調整。嗱，咁自己住嘅房屋就不計在內嘅。咁而其他嘅東西，例如係海外嘅資產啦、車啊、投資或者係超級年金以外嘅部分咧，都係要計算嘅。咁全額領取嘅資產免稅區咧，就係單身人士有屋就係321500嘅，咁而單身人士冇屋，全額領取養老金嘅門檻咧就係579,500嘅。夫妻係屋主嚟嘅，有屋嘅481500，夫妻冇屋嘅739,500嘅。咁超過咗嘅話咧，每超過多1000，單身每2週咧就扣你3蚊，
夫婦嘅話咧，每人就扣個半。咁而佢嘅 cut off 嘅上限，單身嘅屋主722000，即係如果話你超過咗呢個722000咧，你就係唔符合攞養老金嘅資格。咁如果單身唔係屋主冇屋嘅，就係98萬；夫婦有屋嘅1008085千；夫婦冇屋嘅1343000。如果你係我剛好卡住喺中間嘅話咧，咁我呢個應該點樣計咧？咁政府有一個叫 Payment Finder 嘅工具，咁你輸入翻你自己嘅收入啊、資產同埋自家嘅情況咧，咁就馬上可以幫你計算咧，你可以領取幾多嘅。係啦，咁你單身人士咧，咁啊加到去每2週咧，養老金咧加到去1209毫子，咁當中咧係包咗呢一個嘅養老金嘅補貼86個半咧，及屋嘅能源補貼咧14個1嘅。咁已婚人士咯，咁每人咧每2週咧嘅養老金咧就增加到去905蚊2毫子，咁當中咧亦都係包含咗養老金嘅補貼65個2同埋呢個能源補貼咧10個06嘅喎。咁嗱，咁我哋總結下今日我哋嘅 update 嘅重點喺邊度啦？咁2026年3月20日呢個 age pension 嘅更新咧就係首先年齡咧一定要係67歲或以上，居留咧喺呢一個澳洲咧10年咧或以上啦。咁當中咧有5年咧要係 consecutive 係要連續嘅。咁第二必須係要通過嘅收入同埋資產雙測試嘅。第三，單身咧最高咧係攞到咧1209毫子，每2週出糧。咁啊夫婦咧兩人合計咧最高咧可以攞到咧1810蚊4毫子，每2週出糧。咁第四咯，資產咧免稅區咧單身嘅屋主就係321500蚊，夫妻咧又係屋主，免稅區咧係481500蚊。第五，收入免稅區咯，單身人士咧就係每2週咧門檻就係218嘅，咁夫婦咧每2週咧就係380噶啦。咁記住，咁所有嘅數字咧都係我哋咧喺呢個官方咧2026年咧3月20日咧更新咧係取到嘅。咁呢一個建議大家咧馬上去呢個 Surfers Australia 嘅網站度打 Centrelink 或者打 Centrelink 嘅電話去查翻自己而家現時嘅狀況啦，或者去用呢個 MyGov App 咧去申請，又或者係更新。咁如果有疑問嘅話，喺樓下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會盡量解答你哋嘅問題。如果中意我哋今日嘅呢條片咧，咁就可以用呢個 Super Fans 咧去支持一下我哋呢一個製作啦，或者分享俾你嘅朋友仔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見，唔該晒你娜姐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